少爷来这儿干嘛？不知道啊。少爷，真是这地方吗？无恙，爷爷年纪大了，这中山圣石就交给你供奉了，这是家族长盛的根基。等老祖醒来，就由你侍奉他下一个100年。没错，就是这里，就是今天，我来赴谢家100年之约。只要老祖苏醒，那爷爷的病就可以转机。谢家谢无恙恭请老祖出山。回去吧，你我机缘未到，时机一至，自会相逢。这是千里传音。走，进去看看。老祖提前苏醒，一定是负责守墓的陆家出了事，赶紧去查。是。主人，谢家已来寻你，阵言已经成立，不如我既已答应了陆墨文，就不会失信。100年期限未到，你提前唤醒，是大逆不道。老祖恕罪，老祖恕罪啊！我家误请了邪神入宅，我愿意散去我一生的功德与神魂，换回我家人的平安，还请老祖开恩布阵，救我陆家一家老小啊！区区邪神，何须布阵？只是万事皆有代价，你陆家既请邪神，已成业力，就算驱邪成功，业力也不会消失，这是天道法则，不破不没。还请老祖明示啊！中山后人除了你们，就只剩谢王2家，你们供奉我1000年，我自然不会见死不救，我会与你结契，替你化解业力。此事需要5年时间，在此期间，我会守在这里。你每月需奉上昆仑玉、天山水和沉香木作为祭品，你们陆家方可安然脱身。这个没问题，一切按老祖吩咐。在此期间，若是毁约，整个陆家将受到1000倍业力反噬，毁约之人会当场七窍流血，万箭穿心。你可明白？明白。我陆家上下一定谨遵老祖的命令。我本不应在这个时间现世，切记不要向其他人透露我的身份。小的铭记在心。多谢老祖开恩。区区陆家也配主人守5年？不过还有3日，这5年之约也就结束了。5年于我而言，不过沧海一粟，而对于凡人短暂的一生，却是青丝化雪，转瞬成尘。准备一下，有人来。你那个败家老婆，强占人家古董，不知道那古董来历可怕。现如今邪祟入宅，我们全家人的性命都不保了。你满意了？哎呦，您就说现在怎么办吧。我已经请了高人除去邪祟，得5年的时间。这5年，全家的大小事务都要以他为先，1天都不能少。爸，您可别让江湖骗子给骗了。告诉你，仪龙小姐可不是一般人，若是她有任何不满，我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。哦，我知道了吧。尼龙小姐，我爷爷夜里过世了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你还可以继续住在这里。丧事，家里人已经在操办了。尼龙小姐，我走吧，带我去送送你爷爷。
是个小贱人，在家里白吃白喝，找陆爷爷要走那么多财物，还勾引我的陆修给我。急什么？陆老爷子让你带孝，就是认了你这个孙媳妇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？陆家是看在老爷子的面子上才养着的，如今老爷子已去，是时候让他收拾东西滚蛋。命数已尽，安心去，还有3天，我就可以彻底为陆家驱邪了。上茶。尼龙小姐，请喝茶。这小姑娘直接做主位，简直没把我这个家主放眼里。就算是老爷子请来的，排场也太远。今日该奉上的昆仑玉还未到数，你们谁负责？尼龙小姐，今天是家父葬礼啊，你开口索要财物，未免有些不妥吧？生死有命，我理解你们一时不能接受，但这昆仑玉是不能少的。陆墨文生前应该也交代过。哼，老爷子是交代过，但是给不给，现在是我们说了算。你把老爷子哄骗这么多年，住着最好的院子，还不许我们打扰，吃穿用度都是最好。你一个来路不明的丫头片子，花了我们陆家多少钱？还想继续蹭吃蹭喝？做梦！住嘴！敢这么对小姐说话，陆墨文没教你们规矩吗？什么规矩？5年了，上好的玉石丝绸、珍宝玉器，全家都没有，单给他一个人，你也不看看自己，你配吗？陆墨文没告诉你们，这些贡品乃是定数，死生不破。什么定数不定数？爷爷那是被你们骗了，我们可不吃这一套。过去有老爷子在，我收拾不了你。现在你没人撑腰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少爷，我查到陆家5年前举家搬回了陆家祖宅，这些年一直深居简出，而陆家老爷子昨晚刚刚过世，搬回了陆家祖宅。怎么感觉像是在平南？叫上人，马上去陆家祖宅。是。母亲，爷爷才刚走没多久，有必要在他老人家灵堂前闹得这么难看？哎呀，陆修哥哥，这是我们闹得难看吗？爷爷尸骨未寒，他就这么急不可耐的过来要东西，是他不知好歹啊！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帮他说话呢？若你们不知内情，我不怪你们。5年前，你抢来一件古董，那东西上附着上古邪物，任谁做主，谁家就会被业力吞噬，恶疾缠身，家破人亡。我困了他5年，还有3日便可化解业力。那昆仑玉是压阵用的，这是规矩，不论你们愿不愿意，今日都要奉上。哦，原来你就是这么哄骗老爷子的。我们陆家藏品少说上千，从来没见有人得过什么恶疾。你少在这污蔑！放肆！陆墨文100多岁，看上去却只有耄耋之力。陆家上下无人及欢，享尽富贵，都是因为有我主人在。你们得了庇护，还不识好歹，出言犯上！哼，你吓唬谁呢？陆家今天得到的都是我们自己拼来的，你们2个装神弄鬼，就想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，未免也太可笑了吧？如何？你看他们2个大言不惭的。父亲确实说过，我们陆家一直受一位老祖的庇佑。父亲确实说过，我们陆家一直受一位老祖的庇佑。你给我听好了啊！我们陆家、谢家、王家3大家族都出生在中山，全都仰仗老祖的庇护。老祖他是赤烛龙后裔，万物法则的化身，呼吸间可以化风雨，管昼夜，受龙息滋养者得天道眷顾，可获大机遇，
大富贵。哎，你都听见没？爸，我听着呢。我也听说过中山老祖的传说，听说她是龙女，能飞天。我也听说过，听说除了侍奉她的中山族裔，普通凡人不可与她对视，否则容易神志癫狂。父亲告诉我，这位老祖苏醒后，每隔100年便会休眠100年，由我们3个家族轮流供奉。所以，伯父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也只有爷爷会信这些民间传说。的确，除了父亲，我们谁也没见过那位老祖。父亲也只说过这个尼龙小姐是个高人，5年之内都要听她，也没说她就是老祖啊。你对老爷子毫无尊敬，不但敢坐在主座上，还敢要这要那，招摇撞骗，怎么可能会是老祖？我看你就是穷疯了才对。雪儿，你别拱火了，少说2句。我为什么要少说2句啊？明明不要脸的是他才对啊！你刚刚打我，你居然因为他打我！什么呀？我没有啊，我为什么要打你？不是，这怎么回事？我刚才看见修儿没动手啊！一定是什么江湖骗术，你不要被他迷惑。什么气语，什么邪祟，我们见都没见过。哼，一定是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想继续在我们陆家白吃白喝，作威作福，编的。肯定是这贱人装神弄鬼。若是真的有老祖，恐怕早已经白发苍苍了，怎么可能会是个年轻女人？就是，我告诉你，别说什么昆仑玉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别想从我们陆家拿走一个子。识相，赶紧滚！不交出昆仑玉，遭殃的是你们自己，不是我。老爷，谢家打电话说有要事到访，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好了，知道了，去吧。谢家得到了中山圣石之后，这几年混得风生水起，早就超过咱们陆家了。今天怎么突然到访？这第一世家谢家要来，那一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儿。哼，这个时候更不能让这2个江湖骗子在这捣乱。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我赶出去！看谁敢！5年期限，还剩最后3天。毁约要受1000倍反噬，你们确定？哼，贱人，你还在这装呢？你说的那个什么契约在哪儿呢？我们怎么没有见过？我看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是不会了事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雪儿，不许你动他！你果然对这个贱人有意思。爸妈，请你们不要赶走宁龙小姐。这些年，我对她一见钟情。跟雪儿的婚约，是我不能从命的。秀儿，为了这个江湖骗子要跟雪儿悔婚，我绝不同意！你要因为这个贱人跟我退婚？宁龙，你知道我喜欢你，你就跟我父母服个软吧，别再逞强了，这样对你自己也不好啊。我知道，你就是贪图我家的财产，我不介意的。这些年你在陆家的花费，就当是我养你了。只要你跟我父母道个歉，以后我护着你啊！好啊，难怪你平时总是对他格外殷勤，原来你们2个早就有一腿。就凭你也配肖想我主人？你乌合之众，不知所谓。陆墨文，为了你们这帮不孝子孙，以命相求，真是不值。没看见修儿刚被他一掌推出去吗？你没看见吗？难道你真的不是普通人？哎呀，你就是太容易上当了。他要是没点装神弄鬼的本事，怎么能把老爷子哄骗这么多年呢？雪儿，我们陆家早就把你当做儿媳妇看，不管是也不能拆散我们陆产2家的联姻。来人，把这个狐狸精给我逐出陆家！伯母，只是赶出去也太便宜他了。他身上穿戴的衣裳首饰，哪一件不是陆家的？我们全得给要回来。
把它扒干净了再丢出去。这不好吧？刚刚他不动手都可以打人。你们当真想要毁约？你口口声声说和老爷子签订了契约，契约呢？就是，契约在哪儿呢？你倒是拿出来瞧瞧啊！要是拿不出来，你就是信口雌黄、招摇撞骗。无知小人，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！这是陆墨文和我主人签订的驱邪契约，这契约可是你们老爷子苦苦求来的。要想毁约，毁约之人会七窍流血，当场暴毙，你们全家都得完蛋！哼，笑话，你骗鬼呢！我还就不信了，我今天就是要撕毁这契约，让大家都看看你们两个吹的牛能不能兑现。大雪天的，怎么会打雷闪电？难道是？有女无戏间文化风吕，这是老祖动怒了。走。这下雪天怎么会雷鸣交加？难道他真的是老祖？不可能，一定是这两个女人装神弄鬼，你们都被她骗了。自作孽不可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哼，一张破纸，写满了字而已，亏你们还演得有模有样。良言难劝该死的鬼，真是愚不可及。林雪儿，要干什么？放下契约！我要干什么？我要让你清醒！你可想清楚，落子无悔，百劫难回。后悔？哼，笑话！一会儿打脸的时候，后悔的是你。现在这契约已经被我撕毁了，我还不是好好的站在这儿？哎呦，不是说会七窍流血吗？你们快看，他的脸！你们快看，他的脸啊！雪儿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不是我主人做了什么，是你咎由自取。我说过，毁约之人会遭受千倍反噬，而整个陆家也会厄运缠身，家破人亡。难道他真的是父亲口中的老祖？雪儿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不让你动契约。苏哥，你救救我！好痛！你要真是老祖，你一定有办法救他吧？你别说话了。他说他是老祖的，他要是老祖的话，他应该庇护我们陆家，我们就撕了一张纸而已，至于要人命吗？你别说话，你还嫌自己惹的祸不够大吗？我又没说错，是老爷子说的。我们陆家守护老祖千年，我们供奉了他那么多，难道不应该为我们消灾解难吗？你搞清楚，供奉资格是陆家老祖，出生入死求来，多少人舍生入死，求我主人多看他一眼。求来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老祖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我说过，
落子无悔，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无知承担后果。我也救不了你。我都这么求你了，你居然还见死不救，你就是想报复我！难道这就是恶疾缠身，千倍反噬？兄哥，你救救我！我也是为了你们陆家啊！秀儿，她还没有嫁进咱们家的门，还不算咱们家人。还有刚刚那个契约，是她死的，和我们陆家没有关系啊！女人，把这个晦气的东西送回他们陈家去，他和我们陆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没用的，契约已毁，覆水难收。你们整个陆家都会受业力千倍反噬。你们做好准备吧。老祖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还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能否替我陆家解除反噬？是啊，宁龙小姐，这么多年，我们陆家也是尽心尽力侍奉你。荒谬！天法岂是儿戏？毁约反噬，非我能解。你们有在这里和我理论的力气，不如为自己日后的苦难日子做好准备。只剩3天时间，你苦心的经营，可惜了。我看你根本就不是老祖，不然怎么会解不了反噬？你就是妖孽变的，你在这诓我们！我根本就不相信我们陆家有什么诅咒。陆家这一代，这都是些什么奇葩？真是不知死活。缘分已尽，陆家以后不再受我庇护，交给你们守护的中山玄铁，还回来。中山玄，这我早不记得放哪儿去了，还不快去找！是。就是你在找我。谢家谢无恙，恭请老祖出师。找到了，老爷！老爷找到了，在垃圾房。小轩，是老祖，请过目。真是白费了陆墨文一番心血。你起来吧，100年期限已到，从今日起由谢家来供奉我。老祖，老祖，老祖，你了！哎呀，你们急什么呀？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也没人被反噬。请。好。你看这辆车。我？你有何事求？没事儿，能够见到宁龙小姐，我已经别无所求了。少爷，您说有贵人来，让子期收拾的院子，我们已经整理好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请。你说你明天能不能相亲成功啊？你快扔铜钱问问老祖啊，老祖可灵了啊！这是
谢家无人不知你，无人不敬你，就连佣人们遇事前也都习惯性的在你的画像前问一问。盛时光泽温润，神龛一尘不染，想来平日精心打理，谢家的确比陆家虔诚许多。进来吧。玲珑小姐，这是谢家特地为您准备的长白山千年山参一对，玉质羊脂白玉传奇一对，顶级限量红宝石项链一条，玻璃种满绿翡翠镯一对。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，拿回去吧。不喜欢？不是都说老祖喜欢亮晶晶贵的东西吗？玲珑小姐不喜欢，那就换一瓶。不必了。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希望玲珑小姐在谢家可以住得舒心。舒心与否，不在于这些身外之物，只要你们诚心便好。东边的房间我给您做了阳光花池，西边的房间给您做了桑拿房，养生美容一体。桑拿房是什么？忘了老祖睡了100年，在陆家也是5年之内大门不出，那就晚些带您去看看。爷爷说您喜清静，所以这栋房子只有您一个人住，除非得您召唤，否则佣人不会进来。好，今日来陆家只有你自己，你爷爷谢清何在？您刚从陆家过来不久，还没安顿好，等您休息几日，我再带爷爷来看您。你爷爷谢清究竟在何处？有话直说。玲珑小姐，我爷爷他前不久昏迷了，我知道谢家侍奉您已是有福，不应该再要求上，可是求您能不能救救我爷爷，他快不行了。谢清的寿数还未到尽头，此事有蹊跷。爷爷前不久就昏迷了，找了不同的医生来看，都说是年纪大了。可他老人家身体那么好，怎么会突然？是中毒。中毒？这是一种很隐秘的慢性毒，一次一滴很难察觉，时间长了会在昏迷中死亡。可是爷爷很少出门，都是一个人待在家中。如果想要长期投毒的话，只可能是家里人。这不可能啊！平日里都有哪些人可以接触到谢清？爷爷很疼小贝，所以我们有空都会来看你。平常还会有私人医生、保姆会来。燕儿，老祖接回来了吗？你小子回来也不说一声。好漂亮的姐姐啊！哥，你带女朋友回来了？你乱说什么？哎呀，哥，这人都带回来了，你害羞什么呀？你不是按照老爷子的吩咐去接老祖了吗？对呀，这怎么变成带女朋友回来了？哎呀，你们别乱说了，他就是老祖。什么？你小子平时不着调也就算了，这时候还戏耍你老子是吧？这老祖怎么可能是这么年轻的小姑娘？对呀，你谈恋爱就谈恋爱吧，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？你到底有没有把老祖接回来？下毒的人难道就在他们之中？哎呀，你们别乱说了，他真的就是……你们怎么都在这里？娇姨，我哥带女朋友回来给爷爷瞧瞧，所以……医生说了，老爷子需要静养，闲杂人等都给我出去。他是谁？她是我爷爷的保姆，陈娇，照顾我爷爷有10年了。哼，老爷子昏迷前把自己托付给我，我要对老爷子负责的。
你们这么多人挤进来，万一带了细菌病毒可怎么办？姐，乔姨跟爷爷搞黄昏恋，把自己当半个奶奶了，别往心里去啊！这小子居然就这么自然蹲到老祖边上，什么都说，回去。此人业力很重，可见平日行事歹毒。这陈娇一直照顾着老爷子，我们陈家上下也感谢他的用心，但如今可真是越来越霸道。老爷子看重交易，为了他老人家，我们也不好撕破脸呀。大少爷，就算你交了女朋友，也不该在老爷子病重的时候胡闹。你们都出去吧，我要给老爷子换药了。等一下，谁都不准走，谁都不准走。大少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爷爷不是生病，是中毒。这间屋子里都是跟他待的最久的人，事情没查清楚前，一个都不准走。啊，下毒！哥，你别开玩笑了，我们怎么可能会下毒啊？对呀，我们可是一家人。你们都看着我做什么？大少爷，你可不能胡乱造谣啊！医生也没说过老爷子是中毒，你凭什么这么认定？我认定什么，不需要向你解释。我父母是体面人，念在你照顾爷爷的份上才让着你，我可没那么好说话。你空口无凭说中毒，我看你就是看不惯我，想赶我走。我和老爷子是交过心的，还说余生只想和我做个伴儿。老爷子，您一昏迷，您的子孙们就想赶我走，还编出下毒这种谎话，真是太欺负人了。你刚才不是说老爷子需要清静？这小蹄子，一个没过门的外人，仗着大少爷宠着就敢取笑我惹不起大少爷，我还拿捏不了你呢。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每日照顾，那你倒是说说，老爷子昏迷前每日都用些什么？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我凭什么向你一个外人交代？闭着！再敢胡乱叫，别怪我让你出不了声。好霸道，我喜欢。天哪，他好凶啊，可是好解气啊！好帅啊，打得好！这小姑娘遇事气定神闲，颇有成算，绝不是普通人。怎么回事？和这两个人对视，会觉得莫名的心慌，心神不宁。谢青所种之毒，是中山的一种兰草的枝叶，无色无味，遇到铁质会发出恶臭。平日爷爷用银碟盘，但昏迷前1个月，交易换成了白玉碗碟。那是老爷子自己嫌那套碗碟破旧，让我换掉的。你是说我那个素日节俭的爷爷，该不会是你编的吧？老爷子平日低调节俭，所用之物不喜奢华，忽然要换白玉石器，实在是有些古怪。换掉餐具是真，可理由未必是真。反正是空口无凭的事，只要老头子没信，还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？你怀疑我下毒，觉得我图谋不轨？哼，这说到底，你们就是看不起我这个保姆。老爷子要是知道你们这样的欺负我，醒来之后也会骂你们不孝。简单。把他救醒，当面问清楚就好。哼，现在的小姑娘可真是会吹牛，多少名医都救不醒，你还能救醒？闭嘴！再叫让下人给你带走。这是父亲他真的能醒过来吗？
是装神弄鬼，还以为他真有什么本事。你们爷爷看中我，交代我看管你们这些晚辈，但是你们这些晚辈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居然纵容这个黄毛丫头胡作非为，我就说她是吹牛吧。爷爷，父亲，爷爷父醒了！亲醒了？怎么可能？老头子真的醒了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得先发制人。老爷子，你醒了。老爷子，你终于醒了。这些日子，我担心的一口饭都吃不下。这些日子，我受了天大的委屈，他们都欺负我。老爷子，你要替我做主呀！醒了，就说话。你对，老爷，就是他撺掇大少爷冤枉我，要赶我走。爷爷，不是这样的。老爷子向来都很听我的话，只要我要走，你们这些小辈能拿我怎么样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敢污蔑我，你赶紧给我道歉！老祖，我终于再次又见到您了。老祖，我终于又见到您了。父亲，他真的是老祖？还不快跪下！老祖，我没能前去迎接你，还请你原谅。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没认出来是老祖。无碍，这不是你们的错。我们谢家上下得老祖庇佑，心中只有感激，并无不敬，还请老祖宽恕。起来吧，不必如此。没想到老祖竟然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。天哪，我刚刚居然管老祖叫姐，他不会生气吧？谢清，你治家有方，但是眼神却不怎么好，被人下毒了都不知道。你们是不是都疯了？给一个小丫头片子下跪！你闭嘴！我们全家都以她为重，你居然敢让她给你赔礼道歉！老爷子，你是不是病糊涂了？分明是他和大少爷污蔑我。你生病这么久，是谁在照顾你？这些你都忘了吗？你现在听信一个丫头片子的疯话？哼！老祖说你有问题，你肯定有问题，难怪我识人不精，还不老实交代。分明就是个小姑娘，这些人是不是都疯了？我没有做错，我交代什么？爷爷，陈家换掉你的餐具，方便投毒。老祖把你救醒，就是想向你当面对质。难怪你寻了各种由头给我换餐具，原来你是心存这样的歹毒心思。仅凭一套餐具就说我下毒，老爷子，我那是替你不值呀！谢家那么大的家业，就给你用一个破碗。老爷子，你不是说过我照顾你十分贴心，只想给我做个伴儿吗？你的子女恐怕就是因为你太看重我，所以才把我赶出家门。老爷，我给你按，让你松快些。这些日子你也辛苦了，快过年了，给你放个长假，回去陪陪家人吧。死老头，回乡下的破房子哪有这儿舒服？家里人对我不好，老爷，只有您对我好，我想好好照顾您，照顾您病好。也罢，既然你在我谢家做事，只要你愿意，尽可留下。哎呀，孩子们都大了，这以后啊，说不定还得靠你照料呢。嗯。谁说要跟你作伴了？是你错会了我的意思，你还敢在这里狐假虎威？我们谢家容不下你这种心思歹毒的女人。行了，我没有耐心在这里陪你们过家家。这种毒药不是普通凡人可以得到的。老实交代，你背后究竟受何人指使？来人，把他给我带走，送去警局。是。走。放开！我说，放开我！
我是拿了一大笔钱，那人说让我偷偷把药放进老爷子的餐食内。哎，那人说了，那不是毒药，只会让人昏睡。他说要让谢家乱一阵子，他想抢谢家的生意。哎，其他的我不知道了。到底是谁这么大胆，敢打咱们谢家的主意？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是个左手上有疤的年轻男子。寿宴请的都是本城的名流，难道是集团公司的竞争对手？哎呀，爸，老祖说了，提炼此毒之人，并非凡夫俗子。再说，谁家商战投毒呀？要是快递过来的，我有签收单据。名字是假的，这地址在城内。给我看看。这上面有中山后人的气息。中山后裔，除了我们谢家，只有陆、王两家。现在你该知道往哪个方向查。把他给我送到警局。我都交代了，你们说话不守信用。和投毒者讲什么信用？带走！放开我！放手！也就是说，老祖现在住我们家里了。老天哪，我可以亲自伺候老祖了，我出息了！哎呀，我不会是在梦里吧？爸，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去看老祖有没有被安排好。都给我站住！老祖他喜欢静，你们这样一窝蜂的跑过去，只能惹他烦。父亲教训的是，爸，你等等我！没想到不过100年时间，中山3家竟起了内斗。您的意思是？绫罗小姐，我得先去查一下陆家和王家下毒真凶的线索。你有什么事的话，可以尽管吩咐我的家人。陆家不用查了，他们很快会再出现。你去核查一下单子上的地址，备好车。是。进来。感谢老祖救我一命。不必道谢，我有一事要交代你。您尽管吩咐。这次醒来，我预感天下有变，恐生事端，我决定收回中山圣物。可是，时移世易，原本恭敬的陆家也变得不忠不敬。我不想再多费心，以后你们3家，我只选一家侍奉。老祖，请您放心。谢家对您绝对忠诚，我培养的孩子个个忠心正直，做事光明磊落，绝不会做阳奉阴违之事。老祖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安静，先别吵。我看得出来你们是忠心的，但这次我只想选一个人侍奉在侧。啊？只选一人？怎么，你还有意见？啊，我不敢。不过，就算一人，如果落在我们谢家的话，那也是我谢家天大的福气呀！只选一人，那必须得是我呀！老祖他又美又强，我也想天天跟着他。时间怠慢了，老祖。如果能争取到侍奉，是个挽回印象的好机会，我得赶紧准备。论沉稳可靠，自然是我最合适，得让老祖看到我的诚意和实力。我想起来，我还有点事儿啊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啊，我也去看一下，给老祖准备的茶点好了没有？我先走了，我也有事啊。都想抢着唯一的人选，那就看谁有本事。老祖，我的长孙无恙，表面看上去虽然是放荡不羁，但实则心思缜密，做事干练，是我最满意的孩子了。而且他从小就十分的崇拜您。要说起侍奉的人选，他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人选之事，日后再说。我有另一事要告诉你，你们谢家将有一大计。什么？我谢家自得老祖庇佑，一直受天道眷顾，顺风顺水，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劫数，还求老祖指点迷津呐！我醒来时，感受到谢家的气运中缠绕着一丝凶煞之气，此劫数并非天道所致，而是被人为引来的。
可我谢家一直都规规矩矩做人做事，怎么会惹上这种事情？此人有7天蔽日的手段，强行引劫，非同一般。若不除掉这引劫之人，你的后人个个都将死于非命。恐怕之前陆家的邪祟也是他的手笔。之前陆家人邪术不正，一直被业力所困，反而让真凶蒙混过了关。没错，能有这种本事的人，只可能是中山的后人。那除去我们和陆家，那便只可能是……进来。老爷，陆家有人来了，说要见宁荣小姐。尼龙，求你了，救救我们吧！我们知道错了。宁楼小姐在你家被众人逼迫的事，你们可不是这个态度。现在板子打到身上，才知道急了。和你有什么关系？陆家伺候老祖的时间不比你谢家少。是啊，这世代供奉的机缘，都败在你这群不孝子孙手上。我父亲突然瘫痪，我母亲也重病在床。宁楼小姐，求你发发慈悲，救救他们吧！回去吧，契约既毁，因果已立，我无法插手。听到没有？还不快滚！要是母亲当时没有抢那个古董就好了，一切都晚了。等会儿，你知道这个邪祟宝物是你妈从谁那儿抢的吗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我也没见过那个人，我只知道他是个左手有疤的男人。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是个左手上有疤的年轻男子。陷害陆家和谢家的是同一个人，又出自中山，只可能是王家。可王家也忠心耿耿，供奉老祖多年，怎么会？您好好休息，缺什么再找我啊。你挑的什么老气横秋的首饰？难怪老祖看不上。比你好，还给人家煲什么丝瓜汤？切！哎，老祖姐姐，老祖姐姐，姐，我先来的。战场无姐弟，给我起开！气成这么气的，我先。老祖姐姐，这是我今天早上在花园特意为您摘的，您喜欢吗？老祖姐姐，师尊，快说呀！尼龙小姐，他一个男的，不懂细心的，还是女孩最懂女孩。我给您带了最新的时尚单品，您看看喜不喜欢？谢家的孩子的确可爱，只可惜劫数当头，还是尽早为他们化解为妙。好了，你们的心意我知道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车备好了吗？车备好了，王家的住址我也查到了，是一处废弃宅地。我也查了一遍王家的资料。这是什么法器？啊，这是平板电脑，想看哪里点？有意思。我到车上再教你。好一个心机婊！那是什么？尼龙小姐，这是无人机。这100年比以往的任何一个100年变化都要大。守在陆家宅院的那5年，当真是白费了。尼龙小姐，尝尝。特意绕路过来，就是为了这个。你不喜欢，那我丢掉。等等，开车吧，不要浪费时间。你确定这烈焰阵能削弱它？放心，1000年前流传下来的大阵，
只要龙女踏进这个地方，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吸走她的神力，到时候她就不再是不死之身。尼龙，你的力量从这一刻开始就将消失殆尽。师贤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们进去检查一下。好，去那边。入此阵者，缴械夺灵。人家竟然要把家主传给一个女人，那就别怪我另寻高枝。你确定这烈焰阵能削弱？只要龙女踏进这个地方，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吸走神力，到时候他就不再是不死之身。龙生九子各不同，但真龙只有一。房子是空的，没有人在。知道我们来了，提前跑了。我让齐冲查过了，这是王家的地方。可以确定的是，投毒的事肯定跟他们有关。准备一下，明天去王家。正好，我要去拿回中山灵者。我让齐冲查过了，这是王家的地方。可以确定的是，投毒的事肯定跟他们有关。准备一下，明天去王家。正好，我要去拿回中山灵者。这是失传已久的炼焰大阵，凡人踏入无事，若是龙神，一瞬间便会被业火击穿护心灵，功力尽失，与凡人无异。难怪今日老祖的法术会失效。布下此阵者，非一般人可为，需要大量灵力，可见此人实力高深莫测。您若是没有看错的话，我们老祖怕是被人算计了。是我思虑不周，我不该带他去。你我凡人一世不过100年，能知道老祖的存在已经是很大的幸运。没想过天外有天，也不怪你。可老祖这次为了我们谢家化解，中了算计，难辞其咎。我们谢家将有一大劫，如果老祖陨落，那我们谢家也将跟着覆灭，横竖都是要死。不如替老祖挡这一灾。不愧是我的好孙儿。这些年老祖庇佑我们谢家长盛不衰，我这条命也是老祖救的。如今到了我报恩的时候了。爷爷，还是交给我。无论宁龙小姐是凡人还是老祖，我都会拼了命去保护她，帮她抢回灵种。爷爷，还是交给我吧。无论宁龙小姐是凡人还是老祖，我都会拼了命去保护她，帮她抢回灵种。走了。爷爷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能只跟大哥一个人说呢？不让他是长子，凡事自然要冲在弟妹的前头啊！这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跟我姐都已经长大了，不能让大哥一个人扛。爸，明日我们就带上保镖一起去王家，
替老祖把灵种抢回来。区王家跟我们谢家提鞋都不配。爷爷，你就负责在家里陪着尼龙姐姐，我们去就行。你们以为是去闹着玩的？王家敢用邪祟算计王家，更敢打老祖的主意，就必然不会轻易交出中山灵种。此去凶险，母亲和谢云就留在家中。哎呀，得人恩情记千年，在家躺着不如出份力。你就别劝了，咱们谢家没有孬种。对，我马上通知保安部，叫上一队人，带上武器，一起去。Yes！ 炼焰阵，这么久了，居然还有人会用。能懂得用红莲业火屠龙的人的确不多，可惜了，真龙无惧烈焰。炼焰阵，这么久了，居然还有人会用。能懂得用红莲业火屠龙的人的确不多，可惜了。真龙无惧烈焰，还望老祖保佑我们全家。好，对，把所有人全叫过来，1刻钟之后出发，按我说的做。你拿枪做什么？空包弹，威慑用的。你以为黑帮械斗啊？收下。儿子，散一卦吧。凶猛，准备好了，就出发吧。你们在做什么？老祖，今天让我们替您去王家吧。为何？老祖一定是怕我们担心，才瞒着我们失去法力的事，我们更不能让他上线。老祖，我们和王家有点交情，这件小事让我们去做。这次的事情有些危险，你们办吧，让无恙跟我去就行。玲珑小姐，正因为这次很危险，所以让我们去。你们在担心我？老祖，皇家用心险恶，您不必了。你们听话，就待在这里。我们受您庇佑，就算违抗天命，也不能让您身处险境啊！无论卦象吉凶，都敢去做的人，才有资格直面天命。奇怪，玲珑小姐到了。不必担心，我做什么自有我的道理。好，一切听你的吩咐。王家众人，即刻听命，马上交还中山灵种，否则自成裁决。老祖他不是没有灵力了吗？他怎么还能传音？强弩之末，恐怕他也只剩下传音而已。昨天你不是亲眼看见了吗？他连控骨的法力都没有了，你还怕什么？他没有法力，还敢来抢灵种？我费尽心思的想要除掉谢家和陆家，就是为了夺取他们各自守护的圣物灵种、圣石、玄铁，分别是中山剑的剑柄、剑心、剑刃。中山剑的威力能够劈山断海，万绝古今。他一定是发现自己变弱了，
要重塑中山剑傍身呢。那这领主不能让他拿走啊！有他的庇护，我怎么和王月斗？你放心，这次我一定把中山剑据为己有。我还真想看看这赤足龙女求饶的样子。难道是老祖来了？能传音给王家的只有老祖，他就是活了几千年的老祖，这也太年轻了。还有人未到。王家恭迎老祖。月儿，他真是那位老祖吗？你可别认错了啊！虽然谁也没见过老祖，但这种压迫感和气势一定没错。老身拜见老祖。妈，他真是那个老祖？千真万确，我曾在我爷爷那儿见过一次老祖的画像，一生难忘。王家人真有这么诚心吗？你们王家这是动了欺师灭祖的心思。老祖冤枉啊！我们本分分做人，绝对没有想过这种事。是啊，这期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是谁主使下毒之事？给谢家引劫，自己站出来。是谁主使下毒之事？给谢家引劫，自己站出来。全儿，快去拜见老祖！老祖，他如今还称不上一声老祖啊！你们在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？还不快过来跪下！我凭什么要听你的？你以为他把家主的位置传给了你，就可以对我呼喝六七了吗？笑话！哼，我们王家自然是传给我唯一的女儿，难道还传给你这个私生子？那要怪自己不争气，生了一个女儿，我就算是私生子，也是个儿子，擅作主张把家产传给王月，你这才是违背祖宗的做法。看来王家内部早已分裂。不要吵了，家丑不可外扬。难道你们非要吵到老祖那儿才算完吗？老祖，他在你们这儿是老祖，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胡说！你身上流着王家的血，那就是受过老祖恩惠的。既然你们把王家家产都传给了一个女人，那我也没必要认祖归宗了。哼！所以，你就找了云娇后人，打算自立门户。王家兴盛都依靠着你的庇护，如果把你拉下神坛，王家的日子也算到头了。王家兴盛都依靠着你的庇护，如果把你拉下神坛，王家的日子也算到头了。你在说什么梦话？老祖是赤足龙女，不死不灭，你不会被什么江湖道士给骗了吧？龙生九子，谁说龙翼只能有他一个？从今天开始，我王权自立门户，供奉云娇后，一样可以得到庇护。更何况，如今他失去了护心灵，也没了法力，现在就是废物一个。你们的靠山倒了！这老祖要是没了法力，那岂不是对我们没有用处了？能被王权设计失去力量，看来老祖也不过如此。全儿，你不要再胡说了，以免惹怒了老祖。老太君，你还不信是吧？你尽管让他施法呀，看他还能不能大显神通。昨天他踏入我布下的烈焰大阵，红莲业火，烧毁了他的五脏六腑。眼下他只不过是硬撑罢了。将烈焰大阵布得如此隐蔽，你费心了。哼，还敢嘴硬，
你现在向我求饶，或许我还能饶你不死。我和云娇一脉说起来也有些渊源，可惜你和我终究不一样。乖乖交出中山灵种，为谢家化解，我留你全尸。龙生九子，而真龙只有一个，你已经失去了不死之身，你是凡人。看来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是不会清醒的。龙生九子，而真龙只有一个，你已经失去了不死之身，你是凡人。看来我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是不会清醒的。就算尼龙小姐变成凡人，我也绝不会让你动她一根手指头。你傻呀！如果老祖真的没法力了，我们犯不着跟他共进退。怎么回事？他竟毫发无损！我昨天明明看他踏进了我的法阵。你精心布下的烈焰阵，却不知这烈焰阵乃是我所创造。什么？难道他是真龙之身？哦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真龙怎么可能是个女的？昨日的红莲业火，还给你。纯儿，没用的，云娇怕火，金属伤不了她。纯儿，纯儿，纯儿，你为何还有法力？没用的，云娇怕火，金属伤不了她。纯儿，纯儿，纯儿，你为何还有法力？真龙不惧烈焰，红莲业火伤不了我分毫。真龙竟是一个女人，选择骗我。老祖，老祖，你快救救他吧！他可是我们王家唯一的男丁了。红莲业火已伤他肺腑，咎由自取，我也救不了。我死也找不到灵种。晨儿，晨儿。老祖，刚刚，怕给您添麻烦。晨儿，晨儿，晨儿，老祖，你不是一直庇佑王家吗？为什么这次救不了晨儿？我们可是一直供奉着你的呀！够了，你们供奉老祖不过是为了贪图名利富贵。刚才以为老祖是凡人，就避之不及，急着撇清。我从不就自作孽之。交由你们保管的中山灵种，究竟在何处？我这就派人去找，快去找！老祖恕罪啊，我们都是凡人，不像您不死不灭，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，实在是太害怕了。求老祖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收回灵种了吧。凡人脆弱，我不怪你们，但是这中山灵种必须归我，并且以后你们王家不再受我庇护。凡人脆弱，我不怪你们，但是这中山灵种必须归我，并且以后你们王家不再受我庇护。老祖，王权他是私生子，他作恶与我们无关啊！你为何牵动整个王家？我并非迁怒，你治家不严，心存偏私，才让王权有这个胆子作恶。我猜你们也不知道中山灵种究竟在何处吧？你们家内斗的细节我不想知道。你们中山三家，我本就打算将来只选一家师傅，其余的不必多费口舌。夫人小姐，库房不知何时被人清空了，我们找不到灵种了。什么？走吧。
老祖，没有王权的帮助，选择一个人也难成事，他必然还会用上王家的资产。宁龙小姐，她说的没错，顺着王家的东西查，能更快找到他们的踪影。老祖，我不求能再侍奉您，只求您给个赎罪的机会。过起王家，我们会全力追查的。这姑娘并无业力在身，无非是见识浅薄点，倒不会害你。这件事交给你去办。是。这姑娘并无业力在身，无非是见识浅薄点，倒不会害你。这件事交给你去办。是。怎么还没回来？啊，您别转了，转得我头都晕了。她是宁龙小姐的跟班，她怎么一点也不紧张？世家姐姐，你今天怎么没有跟老祖一起去啊？老祖说他用不着我。啊，老祖不是被那个什么阵法给削弱了吗？您不保护他，您不担心吗？削弱？谁说的？这世间还有能削弱我主人的东西？从未听说过。也就是说，那阵法对老祖并无影响。赤家姐姐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们都担心一整天了。是啊，你们也没问我呀。他们回来了。宁龙姐姐，哎呦喂，老祖，您可回来了！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王家的事已经查清楚了，剩下的事儿还需要谨慎追查。哎呦喂，老祖，您可回来了！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王家的事已经查清楚了，剩下的事儿还需要谨慎追查。王家把王权名下所有资产名目都发过来了，无论玄泽带走灵种有什么目的，他都需要筹备钱和地两样东西。那我们就把这些都排查一遍，看看有哪些可疑的。太慢了，这样下去来不及阻止天劫。一旦应急，谢家九死一生。所有的资料都在这里面吗？对，备份资料都在这里。主人，请指示。王权名下资产有哪些房产是处于长久空置，但最近启用，分别处在哪几个位置？好的，主人，正在整理资料。就这么变成人工智能了？器灵在现代叫做人工智能吗？亏我之前还以为宁龙小姐是古人，不懂现代科技，原来她用的版本更高端。就这么变成人工智能了？器灵在现代叫做人工智能？亏我之前还以为宁龙小姐是古人，不懂现代科技，原来她用的版本更高端啊！马上为您排查。原来科技发展也不过是为了努力接近神话罢了。银龙小姐，你可不可以帮我升级一下手表呀？晚上好，需要我帮您安排明日行程吗？哇，好玩！老祖，我这个是不是也能变一下？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下一堆木马是想干嘛？这个不算，换一个。好了，不要闹了。反正在等电脑排查，无妨。只是凡人无法驾驭器灵，过一会儿就会变回去。知足吧，让老祖给你们变这变那还不够。我们只是崇拜宁龙小姐啊。只准他孔雀开屏，不许我们玩。主人，符合要求的地方有3处，已为您展示。我们只是崇拜宁龙小姐啊。只准他孔雀开屏，不许我们玩。主人，符合要求的地方有3处，已为您展示。
主人，3处产业，2处为厂房，1处为住房。厂房一南一北，住房地处西边。云礁需要借助水，金能生水，西方大力金水应该就在这个地方。你能查到那附近的监控吗？包的，已锁定附近3日内可疑人士。这不就是上次我们查到的那个地方吗？这就是幕后黑手，长得也太猥琐了吧！上次就在这布阵，这回得了灵种又回去，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方对他有利。既然找到了，那就去取回灵种。我和你一起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老祖姐姐，不如也带上我俩呀，我们也想见见世面啊！老祖姐姐，这边。老祖姐姐，不如也带上我俩呀，我们也想见见世面啊！老祖姐姐，这边。哥，你往那边坐过去点。你们一会儿能不能别添麻烦？我才不会添麻烦，我可是有备而来。就是啊，哥，别老拿我们当小孩子了。就是。不好意思啊，尼龙姐姐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很吵呀？我们小声一点。不，我们马上闭嘴。无碍，很久没这么热闹过了。之前没有人像我们这样黏着你吗？有过，但都死了。凡人的一生与他太短，却带来许多离愁。哎，没事儿，老祖姐姐，我们还小，我们还有7、80年才死呢。你不会说话就闭嘴！哎呀，别闹了啊！按照命数，若是能化解，这2个孩子是能寿终正寝的，而谢无恙。哎呀，别闹了啊！按照命数，若是能化解，这2个孩子是能寿终正寝的，而谢无恙。我们又见面了，尼龙。废话少说，交出灵种，交出隐劫之物，你也免受皮肉之苦。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呀！你究竟是担心灵种呢，还是担心你家这些小仆人要应劫了？你做了什么？我在阵法里加持了法力催生，谢家的天劫马上就要来了。他这什么意思啊？玄泽引了一道天劫，想灭了谢家，这就是那道检验。你倒是挺聪明的呀！今天让你死个明白！这天劫聚集了无数业力，引劫成雷，顷刻间让尔等灰飞烟灭。你明知道这天雷奈何不了我，你在调虎离山。这天雷是奈何不了你，可他们是肉体凡胎，不一样啊！天雷就要来了，再追杀我就来不及救人了！不好，玄泽一定会趁此机会抢夺圣石和玄铁。先不管，先应付天劫要紧。不好，玄泽一定会趁此机会抢夺圣石和玄铁。先不管，先应付天劫要紧。这天雷是要劈我们的，
尼龙姐姐，你快躲开吧！我刚还说能再活个70-80年，现在就要死。尼罗小姐，若是我们命中该有此期，请你不要伤心。现在还不是伤心的时候，走开！太帅了！天雷居然是可以用手接的吗？只有我能，不要模仿。这也没法模仿吧？本来想用更简单的方式化解这道劫，没想到还是给了蛟龙作乱的机会。这还不简单粗暴啊？不简单。我们在解天劫的同时，玄泽可能已经集齐3圣物，得到中山剑了。那我们赶紧回家吧，爸妈还在家呢。别担心，我把赤家留在谢家，就是为了以防万一。我们在解天劫的同时，玄泽可能已经集齐3圣物，得到中山剑了。那我们赶紧回家吧，爸妈还在家呢。别担心，我把赤家留在谢家，就是为了以防万一。主人，玄泽他抢走了圣石和玄铁。你受伤了？一点小伤，只可惜我能力有限，只能护着谢家人，没护住您的圣器。无妨，你没事就好。赤家姐姐，谢谢你。爸妈和爷爷呢？怎么没看见他们？他们毕竟是凡人，我让他们连夜回到祖宅避一避，以免受伤。做得好，你们最好也去。不，我要跟你们一起。玲珑小姐，至少让我留在你身边吧。玄泽拿到了中山剑，就更难对付了。即便他有中山剑在手，玄泽对我来说也不是威胁，但对你们来说却是致命的。可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个帮手，万一我能帮得上忙呢？那别拿你这破箱再舞了。我今天装的是实弹，让我看看。既然决定留下，我有件事需要交给你们去办。进来。尼龙小姐，你交代我的事已经在做了。好，坐吧。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？什么也不做，等着就好。中山剑认主，玄泽想要彻底掌控他，必须杀了我，所以他一定会来找我的。之前化劫那次，我看他似乎不怕红莲业火，难道他也变强了？蛟龙有水灵附体，皮肤防火，那岂不是有点难杀啊？我已经见识过宁龙小姐的力量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担心。可能是因为我是个渺小的凡人吧。正因为凡人的生命有限，才有了牵挂，喜怒哀乐也变得可贵。在玄泽来之前，还有些时间，你可有什么心愿？宁龙小姐为何这样问我？难道我要死了吗？并非，只是好奇。说到心愿，的确还有想做的没做。宁龙小姐为何这样问我？难道我要死了吗？并非，只是好奇。说到心愿，的确还有想做的没做。什么事？你刚来的时候，我说给你准备了惊喜，要给你介绍一下，但一直忙到现在，都没能让你好好看看。东面的房间我给您做了阳光花池，西边的房间给您做了桑拿房，
养生美容一体。桑拿房是什么？忘了老祖睡了100年，在陆家也是5年之内大门不出。那就晚些带你去看看。那便带我去看看吧。很漂亮。这是中山檀，竟然正好在开花。这是一次可以开好几天的中山檀花。中山檀100年才开花，开一次，数个时辰便会凋谢。你的这朵竟然可以开好几天。我花了好多年时间，专门找人培育了这个品种。你知道我喜欢看中山檀。中山檀100年才开花，开一次，数个时辰便会凋谢。你的这朵竟然可以开好几天。我花了好多年时间，专门找人培育了这个品种。你知道我喜欢看中山檀。我很小的时候，爷爷就告诉我，我很幸运。等我长大了，老祖也就醒了。你爷爷怎么说的？我爷爷心里默认我将来要尽心侍奉你，所以老祖喜欢什么，厌恶什么，我从小就知道，都能倒背了。所以我知道你因为休眠总是错过中山檀开花，我就特意培育了这个品种，希望有一天你可以看到。但是我小的时候心里很不服气，当时我就在想，什么鬼老祖，凭什么我从小要给他当牛做马啊？所以那时我开始反抗，开始不学无术，开始惹是生非。我希望爷爷能放弃我。直到大学那年，我出了车祸，对方130码的时速撞向了我却只受了皮外伤。那时我就相信爷爷所说的，有一位神女在庇护着我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就一直在等你醒过来。如果没有你，我20岁那年就已经死了。所以那年之后的每一天，我都在为侍奉你做准备。宁龙小姐，能够成为你的侍从，我没有遗憾。我知道了。不死之身独在凡尘，就要不停地经历生离死别。希望这次他不要太难过。我说过不用上药的。哎呀，上点药好得快。我能自愈的。赤佳姐姐，你是为了保护我们谢家才受伤的，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。哥，你有事找我吗？这是爷爷传给我的，里面记录了每一代供奉老祖的谢家人妻的笔记，这里面记录了老祖的习惯和喜好。你有这好东西，你不早拿出来？就是啊，你吃独食啊你！好好看，以后就交给你们了。啊！我去，你看，啊！哎，哥哥今天是不是有点奇怪啊？的确是。哎呀，两个人凑一起看看不清，我先看啊！哎，还我！我先拿的。我是姐姐，我先看。我是弟弟，姐姐应该让我。别跟我抢我的。我成功了！我成功了！
尼龙啊尼龙，你真枉费是真龙之身，竟然情愿被一个凡人连累，就连中山剑都拱手让人。是，今天就用中山剑毁了你这不死之身！怎么回事？这剑怎么不受控制？难道他认主？无妨，我先用法术暂且控制他，杀了尼龙，这剑自然会归顺我。主人，你有事问我？谢家长子阳寿是不是快到头了？是。能救吗？救不了。天雷是玄泽用邪术引来的，我尚能挽救，但谢无恙这一剑是命中注定。你很喜欢谢家，对吧？我不知道什么是喜欢，我就是爱听他们说话。天雷是玄泽用邪术引来的，我尚能挽救，但谢无恙这一剑是命中注定。你很喜欢谢家，对吧？我不知道什么是喜欢，我就是爱听他们说话。我也喜欢。过去三家也侍奉您，但大多数人都对您敬而远之，你也不爱与他们多来往。是啊，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您说过，这次苏醒后只打算选一人侍奉您，您是不是原本打算选谢无恙，对吗？是，但陆家提前唤醒我，打乱了法则，很多事情都偏离了原来的轨道。天道变动，岂不是要徒生灾害，后患无穷？为了使天道回归原位，所有命定之事都不可再更改。所以我不是救不了，是不能救。我明白了。玄泽来了。来了，按照我说的做。尼龙，过来受死吧！谁在狗叫？臭小子，上次天雷没有把你给劈死，是你幸运，这次你竟然还有胆量跟我对峙！尼龙，过来受死吧！谁在狗叫？臭小子，上次天雷没有把你给劈死，是你幸运，这次你竟然还有胆量跟我对峙！之前就是你用阴招引天劫到陆家，龙生九子不成龙，没想到生个会打洞的老鼠，到处耍阴招。区凡人也敢妄议我天龙？天龙？我看龙和龙的区别比龙和猪的区别都大，你也配跟尼龙小姐并称一组？一只小儿，受死吧！你出现了！哼，我还以为没了中山剑，你就躲起来不敢出来见我。中山剑认主，你无法完全驾驭，强行使用只会让你自己也受伤。你又何必在这里虚张声势？是又如何？我现在就杀了你，他自然就会归顺我这个新主人。是什么让你有自信，觉得可以杀我？你也就骗骗你身边的凡人罢了，你是骗不了我的。若不是这中山剑威力无穷，你会这么着急的收回中山圣物吗？我们躲这儿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哎呀，神仙打架，谁管我们呀？是什么让你有自信，觉得可以杀我？你也就骗骗你身边的凡人罢了，你是骗不了我的。若不是这中山剑威力无穷，你会这么着急的收回中山圣物吗？我们躲这儿，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哎呀，神仙打架，谁管我们呀？
中山圣物本就是我的东西，收回与否，全凭我的心意。倒是你们云娇一族，千年来内斗不停，最终衰落，才来打中山的主意，对吗？哼，我们只是时运不济罢了。时运不济的人多了，怎么没有人人都像你一样不慎歪门邪道？歪门邪道？这天道让一个女人成了真龙，这天道不要也罢。今天老子要逆天改命，就算他是邪魔外道又如何？看在你我本是同族的份上，我最后再劝你一次，你可要想好，落子无悔，百劫难回。废话少说，受死吧！什么？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朱晨姐，不是威力无穷，能够劈山分海吗？怎么会如此啊？无知蛟龙，中山剑只有在我主人手中才威力强大，在别人手中不过是普通的法器罢了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千年来都是这么流传的。难道劈山分海的是龙女，不是中山剑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！我费心筹备，我竟然还是输给了龙女。Yes， 赢了，太厉害了！我就说输不了。你从来都不可能赢，但论要如何输，你就输在了你自己的刚愎自用和狂妄自大。我就是输又如何？我是蛟龙，我有水灵护体，就连红莲业火也烧不进我的身体，你杀不死我。既然你杀不死我，总有一天我就能打败你，我就不信你没有弱点。既然你杀不死我，总有一天我就能打败你，我就不信你没有弱点。你身为天龙，成天跟凡人厮混，还被凡人拖累，还妄想用凡人的武器来杀我！一龙，你真是越活越回去了啊！是吗？不对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红莲业火？玲珑小姐说你对人类的武器疏于防备，所以我就将红莲业火注入子弹，将子弹作为载体打进你的身体。红莲业火在你体内燃烧，必死无疑。你从前看不起凡人的武器，却没想到他要了你的命。该死的凡人，你跟我一起下地狱吧！
哥，哥，你别吓我！死前甩了一把，你别开玩笑了，哥，我们快去医院吧。是我们不好，我们不该跑出来。哥，你别死啊！尼龙小姐，侍奉你这一世，我不会。老祖，求求你救救我大哥吧！尼龙小姐，你一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记住我说的话，照顾好尼龙小姐。大哥！哥，怎么会这样？尼龙小姐，在这儿能够成为你的侍从，我没有遗憾。他死透了。他死透了。死得透透的了。那就好。我懂了，既然已经死了，他就已经应了命定的结束，再给他复活，也不算违背天道。他这是必死的结局，我只能让他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尼龙小姐，我哥还可以复活吗？中山灵种主生息，活死人，肉白骨。他死后1刻钟内，灵魂还在体内，救得回来。只是从此以后，这灵种便寄生在谢无恙体内，他从此无缘凡尘因果，与中山同生。哥，你活了！我怎么活了？是尼龙小姐救了你，但是你要长生不老了。这下好了，以后就你一个人侍奉老祖了，我们都抢不过你了。谢总今天来视察工作了。听说谢家的大贵人要来，所以大少爷鞍前马后的。恭贺老祖！云娇这个废物，没关系，尼龙，你绝逃不出我的掌心。